嘿，咱大家足规矩，人长青嘛足规矩，拢着安尼。啊，你着当面什么安尼个安尼？你啥？抢镜头呀？毋是抢镜头，表示我朴实。这叫做丑人多作怪，你知无？伊帅哥呢？你讲丑人？是啊，我帅哥，摔死的摔啦！好啊，要讲啊，咱讲正经的。今日为你介绍俗语，就是无钱佬啊，较歹母夜车。若是好野亲情，无几口走会相吹。啊那迄个呢？无某小姐较大做皇帝。哦，是安怎意思？嘿，无娶某的小姐哦，歹叫哦，无嫌阿嫂这项歹，迄项歹，拢袂敢若厝内面上大共款的。即摆是咧讲你本人啊？你哪会知？我去早袂娶某时，我感觉阮阿嫂，迄逐项做了毋对啊，我拢嘛甲歹叫。完了。到尾我娶某，我就甲阮阿嫂当作偌大诶。是安怎讲因为娶某了才知影讲吼，火气拢共啊。我啦，莫讲伊电器啦。我讲这个讲做好野亲情，无几口走会相做。因为你若向红若好野起来变暴发户啊，爆发落的时候，人大家拢会想讲，哎哟，阮这亲情向红好野起来，目头毋知悬啊尾吼，都毋敢去甲吹啊。只要去吹，袂输讲，敢若讲咱要去甲分共款啊。所以好野亲情无人会相吹，就是这意思。有的人自尊心较强就对啦。假如讲啊，你即摆好野，我要去甲你饭你好奇的啥货啊，有的人都不爱，较少本分就对啦。我善良人，莫讲我。我无讲你啊，我无讲你啊，我无讲你即摆较大。
大牌就较穿啊，就较。我大牌，你当作我是搭卡车的哦，我大牌。要避免了，要避免来啊，你敢嘛？无你讲我大牌。点点，我今摆我介绍一。伊哦，较袂着就要甲我冤家，我起甲吉甲，你看，本来吼，我这少年啊，你看吉甲呢，脚不拢加骨就掉出来，我安尼，我你讲，我今摆咧讲个小句吼，就是吼，若是无钱佬啊，较歹迄个武雅车意思，就是讲咱人若是无钱，我咧讲俗语啦。迄无钱的时阵吼，啊比较吼情绪上啦吼，啊甲迄个火气拢会较大，会安尼发性地啦吼。啊，你若要甲伊学啦，我气甲安尼，啊，你两个查甫是咧讲啥话啦？我咧介绍小姑，你若较正经的好无啦？阮两个拢无底无，敢若你底啊？你甲我，我你头头讲无钱了，较歹什么？较歹武雅车就是讲，我拄仔咧讲的啦吼。钱若是无，咱毋好情绪无慢袂，你讲安尼吼，对家己的士气吼，安尼降低，一定吼有失败才有成功嘛，对无？所以咱做人吼顺其自然，毋通吼安尼较袂着发性地啦，要歹家己某囝啦，是歹家己老爸老母啦，安尼是毋好的。所以咱应该做人就爱呀，咦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我小真正够你。